花旗骰係一款喺特定設計嘅遊戲台上玩嘅擲骰遊戲，玩家可以對擲骰嘅結果落注，同嘗試預測下一輪骰仔會擲出咩數字。由於遊戲台比較大，所以需要幾位工作人員一齊管理，當中包括執棒人 stick person， 佢哋會負責睇住骰仔同收翻台上中間區域嘅注碼。另外仲有2位莊家 dealer， 同1位商長 box person， 佢哋就負責處理其他注碼同確保遊戲順利進行。執棒人會記錄下一輪先由邊位擲骰，而擲骰嘅玩家就稱為擲骰人 shooter。遊戲開局嘅時候，第一次擲骰稱為首輪擲骰 come out roll。執棒人會將5粒骰仔遞俾第一位擲骰嘅玩家，而佢可以選擇其中2粒去擲，5粒骰仔都係一樣，揀邊粒都唔會影響釋出嘅結果。另外，玩家只可以用單手去擲骰，將骰仔擲到台面對面嘅牆邊，令佢反彈回落，咁樣就可以確保擲骰結果嘅隨機性。如果擲骰動作唔理想，都唔需要擔心嘅。喺大多數情況下，只要你已經盡力將骰仔擲到台嘅牆邊，工作人員都會接受擲骰嘅結果。尤其你仲係新手嘅時候，如果佢哋決定唔接受你嘅擲骰結果，就會嗌出 no roll， 意思即係擲骰無效，然後你就要重新再擲一次。如果想要成為 shooter， 你就需要喺過關或者不過關區域落注，呢種就係花旗骰中最簡單嘅落注方式，所以我哋會重點介紹一下。任何玩家都可以運用呢2種落注方式，包括目前嘅擲骰玩家。喺過關區域落注嘅時候，如果首輪擲骰嘅結果係7點或者11點，你就會贏；但係如果擲出2點、3點或者12點，你就會輸。相反，喺不過關區域落注嘅時候，如果首輪擲骰嘅結果係2點或者3點，你就會贏；但係如果擲出12點，你就會同莊家打和；而擲出7點或者11點，你就會輸㗎啦。過關同不過關區域落注嘅勝負結果幾乎完全相反，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下，一邊贏嘅同時，另一邊就會輸。如果擲骰玩家擲出任何其他點數，例如4、5、6、8、9、10點，喺過關同不過關區域落注嘅玩家都唔會有贏同輸，但係擲出嘅點數就會成為嗰個玩家嘅確定點數，注碼就會繼續保留喺台上面。呢個就係點數記號牌，可以等你知道點數未經確定關 off， 或者已經確定開 on。喺呢個例子入邊，點數係6。如果點數被確定後擲出相同點數，喺過關區域落注嘅所有玩家都會贏，而喺不過關區域落注嘅就會輸或者出局 crap out。如果點數被確定後擲出7點，喺過關區域落注嘅玩家就會輸，而喺不過關區域落注嘅就會贏。每逢出現確定點數嘅時候擲出7點，意味住確定點數就會被取消，骰仔就會交俾新一位擲骰玩家重新開始首輪擲骰。頭先介紹嘅只係花旗骰嘅2種落注方式，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到 playsmart.ca。有時候某個擲骰嘅玩家睇落去好似會連贏落去，但要記住擲骰嘅結果係隨機嘅，任何擲骰嘅玩家都控制唔到下一次擲出嘅點數，連贏只係間唔中出現嘅情況。花旗骰非常精彩刺激，玩家好易就會唔記得自己落咗幾多注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工作人員都非常樂意為你提供協助。以上呢啲就係花旗骰嘅基本玩法啦。而家相信大家都準備好去玩，但記得要明智投注啊！